好嘥氣啦，阿妹有機會同你咁出名嘅香港羽毛球運動員打波，打一陣我已經好足夠啦。咁快攰，我覺得你仲可以喎。不過唔怪你，羽毛球速度咁快。你知唔知羽毛球其實係世界上最快速度嘅球類運動啊？真係？講到樓盤我就熟啫，羽毛球嘅嘢真係要你話俾我知啦。咁就等我話你知啦。丹麥雙打球手高定曾經喺印度超級聯賽殺出426公里嘅殺波，快唔快先？咁快？哼！我即刻職業病發作，諗起由馬鞍山去到士威爾斯，的確好快。咁試下咪知咯，你揸車，我跑步。OK， 你 go running， 我 go parking， 我哋 go parking。OK，let's go。唉，我揸車一定快過去啦，嘆埋杯咖啡，換埋套衫都仲得。趁家樂唔喺度，我先靜靜雞同大家講，其實 Go Park 同 CRC 我都幾熟㗎，呢條路我都成日跑，沿住海邊，吹住海風，都真係幾舒服㗎。我哋終於嚟到西沙 Go Park 啦！對於運動員同運動愛好者嚟講，都真係好正㗎。跑步、踩單車都一流。傳說中仲有個踩單車好叻嘅人，叫西沙 Google 咩添啊！走啦，我哋繼續跑啦！哇，你仲換埋衫添啦？換衫幾分鐘嘅啫，哇！不過你運動員嗰人係運動員啊，20零分鐘就跑到嚟呢度咯喎。OK 啦，不過 CRC 嘅公共交通其實咁方便。係啊，為咗配合呢度陸續入伙。其實西沙灣嘅交通交匯處已經喺12月1號正式啟用咗啦。已經啟用嘅西沙灣交通交匯處位處 CRC 第一期入面，面積超過4.6萬方尺。現時一共有11條巴士路線，包括往來鄰近各個港鐵站，當然亦有去九龍、尖東，以至港珠澳大橋、香港口岸以及機場嘅路線。而12月中最新由城巴及九巴營運嘅特別班次980X。阿妹同你羽毛球嘅落點一樣，想去邊就去邊。最犀利嘅係呢度有一個24小時專櫃候車室，配備 WiFi 無線上網及巴士到站時間顯示屏。CRC 嘅住戶亦都可以透過住戶專用 App 即時查閱巴士到站嘅時間，一個字，方便。我哋運動員去比賽，除咗關注交通之外，亦都會關注住宿附近嘅配套。阿妹呢方面咁你唔使擔心啦。CRC 附近嘅 Go Park 2嘅商戶首階段已經陸續試業當中，生活配套全面升級。Go Park 2預期會有大約40間商戶進駐，包括大型超市、幼稚園、醫療中心、教育中心等等。當然亦有生活百貨、零售、特色食肆等。大家比較熟悉嘅大型超市一田、英基啟新書院幼稚園、香港中文大學醫療中心、OK 便利店、日本城都一樣有。阿妹，我知道你作為世界頂級嘅運動員，一定係去過唔同嘅地方參與奧運、亞運嘅比賽，住過設備完善嘅選手村，對發展內部嘅設備一定係好有要求啦。係啊，所以對我嚟講，屋苑嘅會所係重中之重，要有奧運級別就差唔多啦。CRC 絕對係 no problem 啦。CRC 嘅巨型會所叫做 Reservoir， 住客會所連同公共花園以及遊樂地方，合共大約148萬方尺。屬新鴻基地產集團歷來最大規模，呢度分為3大主題會所 ：Seaside Club、Hillside Club 及 Seasons Club。除此之外，更有4大特色地帶 ：Aqualand、Woodland、Parkland 同埋 Lakeside Lodge。當中有10大水上遊樂設施、15大戶外內運動設施、5間湖畔主題小屋等等等。我唔係運動員，單係數數字我都講到冇氣。新鴻基喺西沙灣發展嘅住宅項目 CRC。由4座低密度大樓組成，而2A 期今日就正式開售啦。不如我同你去睇下示範單位啊！我今日正就係想咁樣，而且我相信2A 期一定好搶手，所以家樂麻煩你同打羽毛球一樣，速度一定要快。絕對 no problem 啦！我想問下咧，傳說中踩單車好叻嘅西沙 Google 咩？你識唔識㗎？你指呢個西沙 Go 咩？啊，係啊！如果大家想睇多啲樓盤嘅資訊，歡迎大家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、Facebook 同埋 IG。下集再見。